係1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內欄位置魅力之耀紫色衫嘅，中間黃衫做好自己，外邊淺藍衫翠兒威威啊，最出咧就係嗰隻有贏威馳，4隻馬依家拍住啊，內欄第5位爆得美麗啊，橙衫第6位嘅馬咧就勁沙塵嚟㗎，再後邊嗰6匹馬啦，紫神之星嘅內欄第7，外邊咧仲有爆笑啊，後邊4匹馬飛輪步、仗義、黃帽響尾3啊，尾2就優才啊，暫時殿後係時開心嚟㗎，好啦，轉完呢個滿貫彎向住對面直路頭進發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魅力之耀啦，外邊第2位係翠兒威威啊，內欄第3有做好自己啊，有贏威馳啊第4，內欄第5呢仲有爆得美麗啊，橙衫第6位勁沙塵，內欄第7仲有紫神之星啊，後邊嗰5匹馬分別有爆笑啦，尾4外邊就飛輪步啦，埋邊粉紅帽尾3呢內欄有呢隻呢就優才啊，殿後一對黃帽係仗義，黑衫黑帽內欄暫時包尾呢係嗰隻時開心嚟㗎，好啦，過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都仲係呢隻魅力之耀放嘅，跟住第2位冇變過啊，翠兒威威啦，內欄第3做好自己，第4位有贏威馳啊，內欄第5位粉紅帽打邊啊，就係呢隻爆得美麗啊，橙衫第6位呢揈出去外邊呢，仲有勁沙塵，後啲先有紫神之星啊，咁啊爆笑嗰啲馬掟到最出呢，就係呢隻仗義啊，最後200零米魅力之耀佔先嘅，做好自己率先上嚟挑戰啊，中間位置上嚟嘅馬有翠兒威威啦，外邊係勁沙塵啦。入邊上嚟仲有隻爆得美麗啊！最後100零米做好自己佔先啊！一對上嚟爆得美麗響入邊，出邊位置追咗勁沙塵，中間有贏威馳，爆得美麗贏出呢場賽事，加個眼罩零舍唔同啊！第2名呢，好接近喎，埋邊黃衫3毛係做好自己，中間紅衫係呢隻有贏威馳，出邊橙衫就係勁沙塵，3匹馬需要影相爭第2。好啦，加眼罩贏馬啦，爆得美麗第2名，好接近啊！勁沙塵有贏威馳，做好自己3隻馬要影相啊！似係做好自己有個第2嘅，啱啱2318啊，睇嚟遮住咗，影相啦，眼睇就係蔡約翰食尾糊啦，又係你啊，艾少禮。啊！真係以為隻